皮鞋咪亂擦，驚皮愛擦膠。一對優質嘅皮鞋隨時會着足10年。近期天氣潮濕，唔想皮鞋發霉，就要學下點樣去清潔啦。我哋先由最常見嘅油皮皮鞋講起。首先咧，我哋可以用呢個大刷啦，刷走鞋表面上面嘅灰塵啦。如果佢側邊邊位有啲比較難刷嘅部位咧，就可以用呢個細刷一刷啦。之後啦，我哋就可以用呢個棉布點少少鞋 cream， 打圈捽勻隻鞋。之後咧，等15至20分鐘就可以再用呢個刷將佢刷多一次。最後我哋就可以點少少呢個鞋啦，再將佢打圈捽勻。咁就得㗎啦。驚皮鞋特別難打理，所以我哋清潔時候要特別小心，用嘅鞋刷亦都要特別選購。處理污糟咗嘅驚皮嘅時候，我哋可以用呢一個專用嘅鞋刷，順住一個方向去刷。之後我哋可以用驚皮保護劑嚟對鞋10至15 cm 噴下佢。至於漆皮鞋，製造嘅時候已經加咗一層保護油，所以唔難打理。不過如果踢花咗，就會好難補救㗎啦。污糟咗可以直接用啲濕咗水嘅毛巾去抹一抹佢就 OK 㗎啦。如果真係好污糟嘅話咧，可以直接用啲輕 cream 去代替啲水去抹就 OK 㗎啦。